爺爺講故事。OK。謹此對楊振寧先生波瀾壯闊的一生表達崇高敬意。1922年，楊振寧先生生於中國安徽合肥，父親楊武之，父親任教清華，一家遷居北京，鄰居稱他大頭楊。全家居於北京清華大學清華園西院11號。少年時期入讀北京聖公會崇德中學。詹姆斯、金斯神秘的宇宙物理書給予他很大的啟蒙。12歲時向父親口出大言，將來要獲得諾貝爾獎。抗戰時期，他考進西南聯合大學念本科碩士，得老師吳大猷引導進入群論與對稱原理領域。1944年，師從黃竹溪獲清華大學碩士學位。抗戰勝利，考取清華留美獎學金，赴芝加哥大學攻讀博士。1948年獲芝加哥大學博士學位，師從愛德華·泰勒。1949年進入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進行博士後研究。1950年與國民黨將軍杜聿明女兒杜志禮在普林斯頓結婚。1951年大兒子楊光諾出世。1954年發表楊米爾斯理距論為現代物理學基石之一。1956年與李政道共同提出宇稱不守理論。1957年兩位華人科學家共同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。他進入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當教授。當時愛因斯坦剛退休，兩人多次交流，可惜未留有合照。一次與愛因斯坦街上相遇，則讓其長子楊光諾留有合照。為方便旅遊，1964年加入美國籍，1965年到訪中文大學，1966年任教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暨理論物理研究所所長。1971年中美關係緩和，回國探望父親楊武之及母親羅孟華，也第一次拜會岳父杜聿明及岳母曹秀清。他是第一個回國訪問的美籍科學家，獲得周恩來總理接見，向總理提出與舊同學鄧稼先敘舊，令一班陳留美科學家脫離迫害。1973年獲毛主席接見，他引薦了不少海外科學家回國服務。他頻繁訪問中國，引起美國中央情報局向他盤問。1982年獲頒美國國家科學家獎章。1986